來看昨昏買阿嬤的時呢，高雄阿蓮這市區有一個查甫人是走去大賣場，甲人搶2支草雞啊，安尼沿路烏白撲，落尾佇路邊甲人撲着傷了後，人就隨安尼浪降去。警方是佇公山抓着人，伊講這個查甫人呢是78年厝，有毒品的前科，會照這個殺人未遂，也有恐嚇公眾等罪嫌，該上班。26日晚暗5點外，高雄阿蓮忠孝路一間飲料店頭前，豬無愛查甫人當咧買涼茶，聽到有人喊甲大細聲，隨滑頭看，所看到一個剃白頭的查甫人，雙手提草雞啊烏白撲，伊驚一個趕緊舉手起來動，手去互撲着傷，加在無生命危險。不知個這個舉刀的查甫人剃白徛咧隨人講，剛好就走出去，哎呦，怎麼有人拿2個大鐮刀？哦，大概多大？你比一下。長的那種大鐮刀，彎的鐮刀。還不是香蕉刀哦。鐮刀吼，調揮舞啊，揮舞，調揮舞，啊了，警察就人就通報，警察就約啊，啊約就無。啊，有空，伊是空冤家還是安怎嘛？唔知可能隨機款。代志發生的時，拄啊好是食飯時間，街仔路真濟人攏有看到。民眾講，嫌官是先去大賣場搶走2支草雞啊，過程中甲店員發生衝突，佮舉刀撲人的收銀機，甲1.2車刀。警方接到通報，隨扣大追查，一直到暗時8點外，才佇咧公山抓着人。警方表示，嫌犯78年厝有毒品前科，初步的快篩結果無驗出毒品反應。柳橋西路某超市前發現該名犯嫌。隨即帶反所調查偵辦，全案依殺人未遂、竊盜、恐嚇公眾危安及毀損等罪嫌，移送台灣橋頭地方檢察署偵辦，並建請羈押。警方表示，嫌犯情緒無穩定，對公山走來阿蓮搶刀啊，甲人撲着傷，佫騎鐵馬登去公山，加在無出現其他受害者。現在也將按照殺人未遂、竊盜、毀損等罪，移送羈押頭地檢署偵辦。記者郭家祖、邱超陽、高雄場報道。